第四天下午，從牙月邑駛經綠山路去成山日出峰。綠山路兩旁種滿櫻花樹。再駛前去到這段路，後方遠處望到一排風車，跟住駛去附近嘅油菜花咖啡店，但已過咗營業時間。呢處嘅景觀開揚，可以睇到遠方整排風車及有多個打卡位。今晚入住成山日出峰附近嘅湖安酒店，2晚數泊。房間嘅露台有煮食爐及洗碗盤，可以望到遠處嘅海灣。日落時分外望嘅 Magic Moment。第5天天未光就開車去酒店附近嘅海灘睇日出。成山日出峰對出嘅海灘，應該鹹蛋黃。一早而家6點10分鐘到已經大把人啦。鹹蛋黃喺成山日出峰旁邊徐徐升起。今日喺成山睇完日出，就開車過嚟成山港，坐船去牛島啊！填寫搭船券及出示護照買船票。漸漸駛離成山日出峰。船程10多分鐘就抵達牛島。步出碼頭後去租車公司。我哋用國際車牌，只可以租用以上3人或者5人電動車。租金分別為5萬汪及6萬汪，連加保險金每部車1萬汪。我哋租咗2部5人車，每部坐3人，比較闊落啲。跟住坐接駁車去租車公司嘅停車場。內籠很細，坐5個大人呢就會好擠迫。我哋隨意地沿着海邊開車。防坡堤畫上各式各樣嘅圖案。嚟到這間哈哈好好食漢堡包。牛島出產花生，分別點咗花生漢堡及奶昔。
搭船離開牛島，跟住開車去城山日出峰。城山日出峰逢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一休息。呢度就收費通道，我哋免費嘅話呢邊。下午2點鐘有海女水前表演。第6天早上嚟到濟州水族館，潛水員現正清潔魚缸。這條鯊魚真識食，唔食死魚。坐喺咖啡廳，一邊嘆咖啡，一邊觀賞各種魚類唱名。步行去海洋表演場館，主要係跳水健兒表演花式跳水。中午開車嚟到倫敦貝高妙雪人開餐。跟住開車去濟州大學附近嘅櫻花路。
姐姐。開車去濟州市中心，順道去三聖穴打卡。傍晚嚟到東門市場，有各式各樣嘅食品及手信。嚟到這間人氣小食店食魚糕。店名為100% handmade， 試完買咗5包共10000won。要買啊！買咗幾盒花生餅乾，原價每盒10000won，優惠價9000won。今晚入住濟州格洛斯特酒店3晚數泊，附近有 E-Mart 及 Duty Free， 方便掃貨又近機場。